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国籍法修法，要让中国配偶伫台湾参政，并放弃国籍。今仔日伫个立法院议会一读交付委员会审查，针对这件代志呢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无必要特别去修国籍法，编读中国配偶对中华民国的终身责任，呼吁提案的立委就要三思。另外，同款是中国配偶的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徐春英，曾因为涉嫌犯诈欺银行法、反渗透法等罪，放羁押禁罪。中国配偶参政一直伫议论，国民党团提出国籍法修法，规定大陆地区人民参选公职，无适用国籍法放弃国籍规定。28日立法院会一读交付委员会审查，对这代志，总统赖清德发声，呼吁提案立委应该三思。不要爱之是足以害之，没有必要去修订国籍法，要特别免除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对中华民国的单一忠诚的责任。一旦修法成功，只不过是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会增加疑虑而已，这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和谐是没有进步的。行政院都用提讲，若商量国籍担任公职，会有相中效忠义务。不过条约看法无共，后续一定会引起激烈攻防。起头就是在于你内政部先做了所有的解释，给这些人解职，我们只好补破网，我们是在帮助你。台湾的国家安全有相当大的影响，然后到时候如果任何的问题的时候，那谁能确保这个人员他是站在台湾这边，而不是站在中共那一边？本身是中国配偶的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徐春英，因为涉犯诈欺银行法、反渗透法这个罪，予新北检裁定羁押禁见。听讲反渗透法的部分，是因为徐春英涉嫌接受中国人士赞助，替2024竞选总统的郭文铁，加2022竞选台北市长黄珊珊徛台甲做势。他愿意支持我。支持柯文哲主席，这是我觉得我们争取各界的支持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，说他接受指示、受人资助，这需要拿出具体的证据。我想在任何人没有被定罪之前，都是无罪推定。民众党团讲，在相关事情无完整公开的情况下，国界无应该以这么严厉指控未审先判，支持徐春英依法捍卫家己的权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